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今天聊一聊万科。有媒体报道说，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被限制高消费。涉及于佛山市顺德区易埃普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法院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案件流程信息显示，此前该公司已因此案被执行4万余元。什么意思呢？就是天津万科被进入强制执行，你欠人家钱给不起。这个天津万科是由永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万科 A 共同持股。也就是说，万科虽然被深圳市政府接管、深圳国资委，但是依然没有走出困境，连这点钱都给不起，进入强制执行，而且被限制高消费。那有人就说了，这不至于。实际上，因为今天有媒体报道说，万科天雷压顶，险资剪红线还是蓝线？剪红线还是蓝线，不就是排雷吗？咱们看到那个大片，这个工兵去排雷，或者那些拆弹专家去拆除炸弹，都是怎么拿个剪线的钳子，面对那个红线蓝线，脸上直冒汗，最后赌一把是剪哪根线，这就是拆弹专家。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万科背后有很多险资，这险资就变成拆弹专家，该剪红线呢还是剪蓝线？我们看这媒体怎么说的啊？他说超340亿非标即将到期，7家险资进退两难，一切才刚刚开始。5、6年前种下的摇钱树，变成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雷。在2025年偿债高峰期启动后，险资与万科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房企非标融资渠道被一条条堵死之后，急需融资的万科与面临资产荒的各家险资换了个方式继续热恋。大家知道什么叫资产荒吗？对险资来说，险资是什么？他手上有大把的保费，那你这保费怎么办？他要升值，你光存银行里没有用，买股票也不行，所以他必须有可靠的渠道，对应的有资产去投资。所以对险资来说，就出现资产荒，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没有好的资产，那怎么办？那相比较而言，万科还是不错的。所以虽然有监管的新规，对吧？一条条的红线，但是险资他就跟万科绕过这些红线，继续热恋，继续互相成就。说新华保险就是601336旗下的新华资管，泰康保险集团旗下的泰康资管，华泰保险旗下的华泰资管，就是美国保险公司下面有个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旗下的太平洋资管，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旗下的太平洋资管、太平资管，以及中国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资管和平安养老，招商新诺人寿旗下的招商新诺资管等7家险资通过非标金融产品向万科担保的旗下项目投资，仅保险资金、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也就是保债计划，涉及的金额就超过了340亿。截至去年11月底，这一数字占万科为子公司担保的债务余额总量超过29%。这不是万科 A 的直接负债，这是万科 A 担保的，是万科 A 的子公司跟这些险资去借钱，万科 A 担保。其中除去年到期的新华资管产品已谈妥展期外，根据不完全统计，泰康资管、太平资管保债计划产品将陆续在今年到期。此外，今年到期的还有万科数百亿境内外公开债券。早在2023年底，业内就传出万科偿债能力受质疑，万科找险资商量债务展期消息。至今困扰险资的万科焦虑一直没有消失，超过340亿的非标敞口，万科的一举一动牵动着险资债权的安全性。今年1月底，万科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进一步强化了对万科的控制权，国资背景的高管入驻万科，对从中高层管理团队到重点地方大区经理关键岗位进行了调整撤换。新管理层明确提出，将借助国资支持引入外部资金，优化万科债务结构。目前深铁集团已为万科提供了28亿元的低息股东借款，专项用于偿还即将到期的公开市场债务。此外，深铁集团还通过认购中金印利公募基金，受让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地块等方式，帮助万科盘活资产、回笼资金。但以上种种努力都是万科现有的天量债务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前述提到的非
标险资产品为例，资管新规出台后，保债计划成为险资和地产公司合作的主要工具。前述7家险资在2019年至2023年登记了23只与万科有关的保债计划产品，这些资管产品限期为3至5年，注册规模合计402亿元。保债计划是一种非标债权资产，这些产品下的募集资金以债权形式主要投向基础设施、不动产等项目，但并不保证本金和收益。通过保债计划，过去5年间，这7家保险机构向万科实际投资343亿元，单个项目融资规模约为7亿元至60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较大的平安资管、泰康资管、新华资管和华泰资管等投资金额均超过50亿元，太平资管投资金额也有49.5亿元，也就是说大家都是50亿左右，这个就有意思了。超过340亿元的保债计划产品绝非一个小数目，如果放到万科的债务篮子里，更显得引人注目。截至2024年11月30日，万科为旗下子公司担保的各类债务余额约为1168亿元，而通过保债计划实际融资资金占有超过29%，就接近1/3。此外，险资对万科的债务风险敞口体现在更多非标产品和投资组合上，比如中国平安集团和万科的合作，除了保债计划，还有贷款和信托计划等。平安资管和平安养老注册的4只涉及万科的保债计划产品，于2024年至2026年陆续到期，现在或正在谈判展期之中。平安信托设立的信托计划在2024年4月已经宣布延期，而平安银行向万科提供的一笔58亿元贷款将于2036年到期。去年9月，平安银行又向万科提供了一笔35亿元的3年期有息担保贷款，就是平安银行、平安集团跟万科那是陷得更深，这些保险资金可以说叫进退两难。只要债务之箭没有落下，险资担惊受怕的事情就不会完。万科偿债高峰期即将到来，这些保险公司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加紧催债进度，还是继续向万科输血，以确保万科不至于丧失偿债能力。险资对万科偿债能力的担心大致始于2023年下半年，一个重要的表现是2023年以后，险资便逐渐减少了与万科的非标债权合作。2023年上半年，还有新华资管、招商信诺资管、太平洋资管等3家公司与万科设立保债计划产品。到了次年，险资向万科讨债的消息就成了业内热议的话题。大家记得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传出来不就是新华保险吗？甚至还传出了万科的前董事长寻死寻活啊，这个当时传的都是沸沸扬扬。险资有充分的理由为万科债务安全性感到担忧。2025年，万科即将到期的境内外公开市场债券就有9只，总规模约216亿元，其中仅今年1季度需要兑付的境内公开债就有99亿元。另外，1年内到期的境内债务余额亦超过326亿元。但万科现金流明显不足，截至2024年9月30日，万科的货币资金不到800亿元，比上年末减少超过200亿元。同期，万科1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从2023年底的62亿元暴增到1168亿元，这意味着即使账上全部现金拿来还债，也只能覆盖万科约2/3的短期债务，这明显的现金流就是要断。这也是为什么年底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只能走到台前，万科的管理层地震集体下岗。从这个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传言到2024年年底、2025年年初，整整1年，给了万科1年时间，它没有变好，反而恶化了，这是不是事实？对吧？这个如果你能看到这个事实，你就知道万科它救不了，只能一步一步的恶化。韭菜不买房，对吧？神仙来了也枉然了。今年地产市场仍充满不确定性，如果继续收缩，万科的现金很可能继续萎缩，这个是必然的，房子卖不动啊。险资必须想办法避免出现更坏的情况。万科债务重组，我说了，万科破产重整是必然的，破产重整这一险资就要打折。刚才说了，每家欠50亿，不好意思，到时候就还10亿，剩下的40亿到时候搞个什么信托，还个几百年，或者是
债转股，还被迫这保险公司成为万科的股东。这个不是开玩笑，你看看华夏幸福，他就这么整的。平安集团是华夏幸福的第一大债权人，结果通过破产重整，叫债务重整，变成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兼第一大债权人。就是债务重组或者是破产重整，那是对出资人、对债权人权益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出血。所以险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最坏的情况。按照房企债务重组的偿债顺序，有担保的债权的清偿顺位优先于普通债权，但是险资显然不愿意万科走到那一步。说今年1月公布的几个房企债务重组方案表明，一旦出现债务重组的情况，大幅削减本金几乎不可避免。你看看，给你10%就不错了，剩下的90%要还几十年，你就等着。还是债务重组，不是破产重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重庆的金科破产重整，直接对吧？法院一纸裁决啊，把那债就裁掉了90%。而比如碧桂园披露的重组方案就削减了超过70%的有息外债本金，而融创和龙光地产削债比例分别超过50%和70%。房企债务重组本金削减幅度增大，主要与国内市场继续收缩有关，销售收入减少和资产价格下降限制了房企履行重组方案的能力。股权可以清仓，但债权的主动权其实握在债务人手里，因为哪一方都害怕暴雷。已经入局万科的险资无疑说进退失据。一方面，万科短期内的偿债能力和行业现状不利于继续追加投资。你说谁吃多了撑着，这个人还给他追加投资，因为都是普京要加仓啊。但另一方面，险资又不得不想办法保证万科的偿债能力不继续恶化，甚至还得帮万科提高偿债能力，以避免万科滑向碧桂园、融创和龙光的境地。但这个想法是好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然会走上这个重整的道路。说最终还是时间换空间，2025年1季度可能是险资和万科最繁忙的一个季度，双方正在为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债务紧急展开磋商。今年2月中旬，险资与万科已达成2个协议，或给今后化债之路打了样。万科和新华资管谈妥展期，万科为旗下公司武汉天域融资余额为20.4亿元的保债计划产品，其到期日由2024年末调整为2026年12月31日，也就是给他延缓2年还不得还吗？2年之后怎么办？韭菜就是不出钱，你说怎么办？对于万科来说，避开偿债高峰期有助于缓解集中还债的压力，但拉长还款周期后为万科带来更多利息支付义务。你看它这年化都是7%、8%的利息，万科现在是亏损，对吧？它去年亏450亿，你说今年它还能赚钱吗？它又在亏损，完了这个利息还要付，你说说吧，谁能救它？拿我们的大头救它，图什么？而对保险公司来说，新会计准则切换下，债务展期体现在财务报表上，意味着利润波动放大。这个时间换空间的展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此外，万科化债还有另一个路径，与新华资管达成债务展期1个月后，万科又与中信金石、新华保险和大家保险等资方达成协议，联合设立16亿元基金，其中新华保险认缴比例最多，接近60%。该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用于收购福建省最大的保障型租赁住房厦门博裕苑儿什么海湾社区项目。换句话说，就是加速存量资产的盘活。险资和万科联合设立这个基金，构建一个木头管退闭环，吸引更多的资金接盘，从而协助万科提升偿债能力。只不过为难的还是继续参投的险资，旧债还没有要回来，又不得不咬牙切齿的追加投资，承担更多的风险。大家都总觉得万科现在水深火热，实际上万科的这些债主、这些险资那更是水深火热，他们只有万科的担保，他恐怕没有那种土地抵押。这个担保，那万科一旦破产，万科一旦出问题，这相当于没有任何保障。它不像银行的贷款，那你得有块地押给他了，或者有个什么资产押了。这万科跟保险公司这种合作，恐怕有什么抵押物，恐怕也是有问题。保险资金一方面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但是你现在要钱，那相当于你给万科来一刀，万科就要暴雷。但是你要不要，那你还得给万科展期，完了你还得救他，因为你要不给他输血，他也是死。所以说这个险资就债券
权人现在是两难，他的债权还不是优先债权，恐怕跟普京一样被迫加仓，只是设立什么基金，买什么厦门的保障房。你说这个时候谁会投这种钱呢？除了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是自救。这个就像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泰蒙投资跟万达之间的关系。这么一说大家也明白了，这个泰蒙投资含着泪把万达什么叫资管这个商管给他接了60%的股权，他的情况跟险资是一样的。如果他要追着王老板，那万达只能破产，你啥也没有，对吧？他只能在中东土豪那儿找点钱来，把这个王老板手上的这个商管给他接过去，就把这孩子抱回去自己慢慢养，看他能不能养大了长大了成才给他回报，只能这样。所以现在保险公司遇到就是这样的问题，是继续给万科再投点给他输点血，还是说跟万科要钱？你要输血那就越陷越深，要钱马上就可能爆雷，你看看。所以我在1月底深圳地铁接管万科，我做了好几个节目，我就说了这个万科是救不活的，只能延缓。我从恒大爆雷就开始说这个万科它肯定要爆雷，它只能是延缓。你看看延了1年又1年，2023年年底本来是要爆的，给它延了1年，延到2024年年底，还是过不去啊，管理层集体下岗。那2025年年底过得去吗？无非就是把这个雷往后滚，滚到后面这个雷就越来越大。还有很多人盼着政府拿着我们的大头去救这些房企，我觉得这是想多了。首先大头也不富裕，大头上的钱都是有着落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第二个，你说这些房企这些高管一个个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年薪都是几千万的，连退休的爬山天天带着美女娇妻到处逛荡的，他退休金的1年1000万，那合着你让这些吃糠咽菜的房子都买不起的，对吧？花个50万买房子都是咬牙切齿，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你让他们去买单，这个似乎也不太合适吧？这有很大的一个道德风险。你不能赚钱了的都是高管那些什么投资人他们厉害，或者赔钱了那是全民买单，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我一直说就该破产赶紧破产，就不要拖，你知道吧？万科你赶紧破产重整。这个又有媒体报道，万科和云南城投就是600239之间还有一笔债，云南城投一笔总额约3亿元的债务和解方案显示，其欠付万科超4亿元的债务被万科放了一马。这个云南城投2022年开始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这个云南城投欠万科7个亿。这万科虽然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作为云南城投的债权人，他也被迫参与人家的叫重整。重整的结果是什么呢？7个亿现在变成3个亿，而且这3个亿恐怕还不是现金，马上就付的。你看，这就是叫什么三角债，万科欠险资的。我们再看，因为楼市低迷导致什么行业现在正面临着严冬。今天有媒体说啊，山东大学发布土木工程等27个专业停招。2月16日，山东大学发布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本科专业设置调整情况，其中提到金融工程、实践史、土木工程等27个专业暂停招生。这个新闻又被人翻出来了啊！这个土木人的天呐，又塌了。这个山东大学是985，作为985的山大取消土木工程专业，连985大学都不招了，你说其他的学校招，那不更难找工作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好像在21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土木工程似乎还挺吃香的。为什么呢？我举我一个身边的例子，你就知道这个土木工程当年是多么吃香。21世纪初，一个高中同学，反正成绩很一般，那个时候考到北京的，在北京想留在北京很难，你都被分回老家，虽然管分配，但是把你分回老家或者分到别的地方，反正你得出京，不能在北京待着。我那个高中同学，他是第1年没考上，好像第2年复读还是第3年复读连3年，考上了一个东北的一个什么学校，学的就是土木工程。结果他在东北是沈阳什么学校毕业，他毕业之后居然分到北京。你想，他从东北分到北京，他老家是安徽的，他分到北京，而且还有北京的留京指标，叫进京指标。他一到北京就有北京的这个户口，我不觉得他家有什么后台。那我们是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大学的都不能留北京，在外地上大学的还能进北京。你想想，他就沾了土木工程的光，你就知道当年土木工程是多么火。但是现在这个也再次说明啊，什么行业、什么职业、什么工作，你别想着吃一辈子。无论当年多火，有个10年20年差不多就黄了，赶紧改行。当年肯定也觉得土木这个饭碗可以端一辈子，
那没想到被这时代淘汰你的时候，根本就不来给你打个招呼。最近关于杭州六小龙比较火，导致有传言杭州的楼市又开始火爆等等，就是这种说法。我们看一看阿里这个2024年阿里巴巴集团员工减少24940人，也就是说2024年阿里巴巴员工他是岗位少了将近25000，其中2024年 Q4 减少3700人，就是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少了3700。2022年至2024年3年间，阿里一共是少了65000人，这什么概念？当然了，这些人不全在杭州，因为阿里的员工在全国，杭州是总部是最多，剩下的是上海、什么西安。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你看阿里一少就少6万、7万，你说要多少个六小龙来补？炒作六小龙，这个有媒体报道杭州的说，这杭州的土拍说，今天经过85轮竞价，杭州滨江地产溢价43%，拍下宇树科技周边住宅用地，破折号距宇树直线距离仅500米。你看看，还说六小龙对杭州楼市没有什么影响。你看做广告都这么做了，就吹六小龙就是想炒房。这六小龙又不赚钱，那靠什么赚钱？吹六小龙是为了搞流量，搞流量怎么变现？还是卖房子卖地。他宣传都这么宣传，拍的这个地溢价43%，这个地离宇树科技只有500米。宇树科技春晚那个机器人扭秧歌那个机器人，这个有点笑话了。刚才说的阿里3年间少了65000人，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就少了3700人。网上有个帖子，就是陌陌上面流传的一个帖子，说阿里的员工35岁以后都干啥去了。这个帖子说本人阿里巴巴员工坐标杭州，他统计他身边的这些35岁以上的人都干啥去了。说同学的老婆35岁以上在阿里做运营，被裁以后去做月嫂，同事35岁加女性做的是测试开发，回武汉发展了。同事35岁加前端跟她老公回四川发展，反正都是35岁加女产品跟她老公回长沙发展。35岁男深圳待不下去，回哈尔滨创业。35岁男说坐标哈尔滨摆地摊。35岁男说加盟熟食，月入2到3万。35岁男说加盟百果园。35岁男说 Java 开发失业出来外包。还有一个35岁女去卖保险。下面还有说找不到工作临时送外卖开滴滴。这就是阿里员工到了35岁他的这个归宿。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这大厂你不要指望在这干一辈子，你从毕业有幸进了大厂以后，你能干10年，那就是已经破天荒。一般的干个3-5年就干不下去了，因为长江什么后浪推前浪，这一代一代的毕业生来了，都是新人。你说在一个公司你干了5年，你啥也不是，你没有升上去，你当个总监那可以，那还能再干2年或者3年。你说是默默无闻的底层，那你肯定被取代。从成本来说，你在那干了5年，你的工资肯定不低了，年年加薪。这新人来了，这工资比你低得多，而且新人来了，你是老油条，新人来了，这个工作态度、积极性都会性价比会更高。你再熬2年，你都成白骨精了。你的领导都是00后，结果你这是90后，你是80后，那人家怎么领导你呢？或者你新来的领导是10后，你是00后，所以说你到了35，那肯定得走人，要么就上，就是非升即走，不走这是个别的啊。有人确实不走，在那耗着，那叫脸皮厚。那最终那不是去卖保险，就是加盟百果园，就是加盟熟食，对吧？还有做月嫂的，啥都有。这个不是贩卖焦虑，这个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就是过来人了，你不升就得走。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是贩卖焦虑，那你把你的简历把年龄改一下，改成38岁，你先投一圈试试看看，测试一下有没有反应。就你的简历投出去之后，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回复？你把年龄改成38试试看，不要说38，你改成36也行，你改成35都行。最后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网上有人让 DeepSeek 评价中国最宜居城市，这个 DeepSeek 挺忙的。有网友分享，让 DeepSeek 自行推理1亿次后给出中国最宜居城市，并给出这个城市的区，也就是你具体到这个城市哪个区，只能选一个城市，答案的唯一。结果这个城市 DeepSeek 给出来是珠海。那珠海的哪个区？就是什么吉大区啊。珠海市香洲区在自然生态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实现了最佳平衡，其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治理等维度的综合评分在1亿次蒙特卡罗模拟中稳定性超过 99.7%， 远超其他城市标准，推荐优先考虑。这个社区什么吉大社区，具体的哪个区什么社区咱也不知道。但是说到珠海是宜居城市，这个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聊到过。以后如果有机会老了养老，
我倒是愿意去珠海。珠海我去过一次，虽然珠海去年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改变它的宜居城市。为什么呢？首先一个珠海它是广东一个典型的一个城市，老广的文化，餐饮还不错。第二个气候也不错，至于经济那都无所谓，反正你是去养老，你也不是去找工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